你有冇發現以前係渴望嫁人、渴望娶老婆，而家變成逃避結婚？2024年全中國登記結婚只有610萬對，比10年前少咗600萬對，跌到創改革開放以嚟嘅新低。2013年1340萬對情侶登記註冊結婚，達到時代高峰。2014年至2019年持續下降，2019年婚姻註冊跌破1000萬，2020年跌到814萬對，2021年進一步下降至763萬對，2022年再降至683萬對，創1986年以嚟嘅最低。2023年雖然小幅度反彈至768萬對，但仍然遠低於頂峰水平。2024年急劇下滑至610萬對，同比下降20.5%，不僅打破2023年反彈嘅短暫增幅，亦都創下新低。離婚登記方面，2021至2022年實施30日冷靜期嘅政策之後，離婚申請銳減，年度離婚人數差唔多係200萬對。2023年離婚數再次上升至260萬對，2024年離婚登記進一步增加至262萬對，同比上漲1.1%。平均初婚年紀從2010年嘅男性25.8歲，女性20歲，上升至2020年男性29.4歲，女性27.95歲。性別比不平衡嚴重，20歲至40歲人群之中，男性多出1752萬人，兩性結構極不對稱，婚姻困局明顯加劇。越嚟越多年輕人選擇唔結婚、唔生仔，單身人口15歲以上喺2021年達到2.39億。教育、人力市場期望改變，消費觀念更新，令傳統婚姻模式失去吸引力。房價高企，教育補習、育兒成本、現實經濟壓力，使婚姻對年輕人嚟講越嚟越入不敷出。山西呂梁為咗激勵年輕人結婚，從2025年開始第一次結婚，女仔35歲以下，任意一方係呂梁戶口，登記之後即刻獎勵1500蚊。當地話希望營造積極婚戀氣氛，講白啲就希望你快啲結婚。不過區1500蚊對婚姻登記有冇促進效果呢？小編認為係有，但係實際作用唔大。原本打算結婚嘅又唔係為咗區1500蚊，原本冇打算咁早結婚嘅又唔會為咗區1500蚊去結婚。你話1500蚊夠做啲乜嘢呢？食2、3次飯可能就冇晒，去影婚紗相都唔夠。年輕人唔係唔想結婚，而係結唔起婚。我哋一齊數數現實嘅難題。第一，人工低，好多大學生畢業5年，人工仲係5字頭。結婚好多人都會擺酒，以廣州為例，去普普通通嘅酒樓擺酒，一圍都要2500蚊起跳，擺38圍即係75000蚊，而且傳統唔收禮，基本上係回唔到本㗎。另外，戒指、婚紗、婚紗相、婚車、婚宴佈置、攝影之類嘅又係一筆支出。一場婚禮平均支出15萬以上。數據顯示，95後人均年收入6.5萬，就算你1分錢都唔使，一日婚禮就使咗你2年半嘅收入。第二，樓價高企，首期就算雙方屋企人幫手，自己都未必供得起。如果結婚之後一齊租屋，你又覺得有幾多女仔願意嫁俾你呢？第三，生仔貴，奶粉錢、補習費、興趣班，從懷孕開始到養育到18歲，一個小朋友平均支出起碼60萬。30%嘅夫妻認為生唔起、養唔起。現代人唔再為結婚而結婚，寧願單身都唔想離婚，主要係壓力太大。其實唔止內地面臨呢一啲問題，之後我哋會專門留一期節目，睇睇香港同新加坡又係如何促進大家結婚生仔嘅呢？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